天啊，大哥，果然厉害啊！是。哎，大哥，让大哥教我们怎么样？啊，哎，大哥教我们吧！啊，想练吗？想，想练就开始。哎，好。大哥，大家都小心，可能会有埋伏。拿弓来。嘟嘟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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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告将军，都督已被敌人的箭射死，500水兵全部阵亡。岂有此理！是谁有如此剑法？据回兵来报，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将。传令下去，死守狮子口，我要跟唐军决一死战。是。站住！临阵脱逃者杀无赦！给我冲回去！报告都督，狮子口失守了。什么？狮子口失守了？死了多少人？全军覆没。全军覆没。吹号角！跟我来！来者何人？我乃大唐先锋官张世贵麾下前营月字号第8棚火头军薛礼师也。我乃是黑风关的副都督彭铁豹。来吧！就！来者何人？我乃大先锋张世贵之子张志龙是也。哼，什么张志龙？回去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让我回去？我要的不是张志龙，我要的是火头军薛礼。你等都是无名小辈，不堪一击。
好啊！难道我堂堂大先锋帐下的一名战将，比不了小小的火头军？休走，看枪！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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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呀！哎，大哥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我去会会他。来者何人？我乃你家火头军爷爷是也。你是火头军哪一个？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我乃火头军王新熙。你又是何人？我就是镇守天山的守将辽龙。哦，原来是辽将军。在下奉劝你赶快投降，不然让你暴死当场。
哎，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战将？一块上来吧！我薛某奉陪到底。薛礼，你竟敢口出狂言，小看我天山守将！快下马受降，不然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并没有多大本领，在千军万马之中，只不过是一名无名小卒。不过打你们这样的人，用不着正规军，我们这些火头军，就足以打败你们了。薛礼，刀枪打斗，我们打不过你，咱们来比剑法，我们2人与你一人对射，我们只要有1人射中你，你们马上滚回中原去。但如果你只射中我们其中1个，我们也绝不会把天山交给你的。好，不过我把话说清楚，如果我同时把你们2个射死于马下，你们就给我滚回去，把天山交给我，怎么样？天地为证。天地为证。我射他的头，你射他的心脏，你要射准了。元帅，你来了。听说你的前营又传捷报了？元帅也听说了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来啊，就是向你汇报军情的。我应该给你记功啊。好，我给你记功。你说应该给你记几个功啊？我算算啊，这个战狮子口，攻金沙滩，抢黑风关，还有这次的天山，元帅一共是4个。好，我就给你记4个。我说张世贵啊，我以前没有发现你打仗这么厉害。你说说。元帅，这主要不是我的功劳啊，不是你的功劳，那是谁的功劳啊？是我的女婿何宗宪。哦，你的狗婿何宗宪，是女婿啊。好，就算是女婿，啊。哎呀，但我看过他的功夫，好像没那么厉害吧？元帅啊，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呢，也应该知道，有时候打仗不光靠功夫，最重要的是要动脑子。他脑子有那么好使吗？说给我听听。宗宪呢，这次可是3箭定天山呐！定天山只用3箭？对呀。有点意思，你继续说。这次啊，宗宪面对天山3员大将的时候，他就想啊，我要战胜这3个人，光靠功夫那是不行的。我得用计呀。于是啊，他对3个人说：“你们听着，我们中原有的，你们没有。比如说，我们有雁翎剑。”气的那3个人呐，只想跟他打赌啊。赌什么？你听我说呀。宗宪对那个人说呀：“我们的雁翎剑射出去之后呢，它有声音。声音之后呢，它有人头。它的人头呢，它还会说话。”你这不是扯淡吗？哪有这样的事情啊？元帅，你小心呐，你小心上当哦。我上当了？对呀。我上当了吗？我问你啊，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啊？我肯定不信嘛。你想不想听呢？当然想听啊。你想不想跟他打赌呢？赌就赌嘛。那如果箭射出去之后，你会怎么样呢？那我肯定会盯着那支箭看，看有没有人头出现。元帅啊，你上当了。我又上当了。元帅啊，当宗宪射出这支箭的时候，他的另一支箭，就直射你的咽喉。他就是这样3箭定天山呐。
哎呀，真没看出来啊！你的狗婿还会想出这等诡计来，真没看出来啊！元帅，是女婿。对，是女婿。哎，张世贵啊，你的功劳也记了，你回去啊要好好犒劳你前营的弟兄们。我也该回去向皇上汇报军情了。是。还是大哥，我们现在火头军可是有名气的火头军了。大哥带起了我们这支原本被人看不起的火头军，我们就应该努力才对啊！是啊，既然大家都努力，想干出点名堂，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种精神。对，哎，大哥，我们火头军还有自己的精神，你这是开玩笑呢吧？我可不是开玩笑，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，比如说不怕吃苦啊，不怕牺牲啊，所以我们的军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精神。大哥，我知道了，我们的军队啊是冲在最前的军队。哎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们火头军防守就不行了啊？就是。好了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火头军啊出身比较低微，所以比别人更能吃苦，比别人更坚强，更有韧力。我想今后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话，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，成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，对不对？哎，等等，你们去打仗也不带着我，这次去打凤凰城，我一定要跟着去。好啊，你们每回打胜仗，看着你们一个个的立功，我在营里面都快憋死了。周青，你不当棋牌官了？我早就不想当了，要不是大哥让我在那边继续打探，我早就过来了。那你就待着吧，反正火头军没有你一样打胜仗。这回有了你，或许还说不准了。行了，少说两句，前进。走，这，跟着。望总兵大人收容，末将一定追随左右。大家同属一朝，理当如此。你派人安顿好他们。是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总兵大人，小人叫登峰。好，起来吧。谢总兵大人。我来问你，你是否知道有个叫薛礼的人？火头军薛礼。都知道他些什么？此人真是个神人。不要在我面前夸张，要如实说来。总兵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我真不是夸张。他在狮子口一箭射中戴笠棚，几条独角兽，杀彭铁虎、彭铁龙、彭铁豹三兄弟，真是3箭定了天山呐！这都不是浪得虚名的。他真有那么厉害？总兵大人，看来这个薛礼非同一般呐。确实查无此人呐！皇上就是把我杀了，那我也交不出这个人来呀。难道你敢抗旨吗？你不怕死吗？我劝你，趁早交出薛仁贵为妙。哼！总爷，总爷，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不吃，我没传你，你进来干什么？出去！是。等等，公主有事吗？等，公主啊，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薛礼，我想问你，这个营内真的没有叫薛仁贵的吗？有吗？公主，我们营里面没有叫薛仁贵的。真的呀？啊，张大人啊，薛礼的武功也很不错，那你就派他跟我去救驾吧。那好吧，薛礼啊，你就跟着公主去救驾吧。不过记着，事关重大，不容闪失，知道吗？遵命，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。公主，我们走吧。岳父，万一薛仁贵在救皇上的时候暴露了身份，那咱们该怎么办？去，吩咐下去，大队马上出发，跟在他们后面。找恰当的时候，你就去冒充他，坐收渔人之利。岳父您高见。公主，这些就是我火头军的兄弟们。兄弟们，见过公主。见过公主。各位仁兄，事关紧急，救主之事就多有拜托了。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吧。好，大家准备一下吧。好。大哥，别怪我多嘴，这次救主可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实际啊。我自有分寸，你不用担心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
准备好了，走走。皇上不必担心，薛仁贵一定会带来救兵的。朕担心的不是这个，朕担心的是26路总兵全部殉职。我们现在急需兵力增援。成王兄，臣在。你马上返回长安，招聘2路元帅前来救驾。遵旨。还有，你传朕的口谕，让成亲王入朝辅政吧。遵旨。你看，这底下这么多人，这怎么能撑得出去啊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就别管了。上次攻凤凰山的时候，我冲过一回。是吗？你掩护我，我从小道过去啊。哎，好。哎，老黑，你。老黑，有你的，老黑！驾！他妈的，又让他跑掉！这帮老东西，可能去搬救兵了。把这个石头给我抬到山上去，抬那面，那面，快点！哎，老黑，啊，哎，老程呢？哎，老程诡计多端，早就突围出去了。太好了，再坚持2天，咱们就有办法了。哎，2天没问题。我想再有2天呢，薛仁贵就应该赶到了。好，走上山。好。公主，我是特来跟你道歉的。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也没有放在心上。但我一直都放在心上。以前捉你的事，虽然大哥知道了，也原谅了我。只是将来如果你做了我的大嫂，我的罪……你快别瞎说了，我怎么会做你大嫂？我觉得你们2个有缘分。好了好了，你快别说了，你去忙吧。哦，那不打扰了。哎，周青，哎，你去说服他吧，大哥听你的多于听我的。大哥，大哥，兄弟不说假话，其实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应梦反臣这句话。我一直觉得你当时立了很多功劳，应该借此机会跟皇上说明。如果他还说你是反臣的话，要杀你，那活该。我周青第一个上断头台。是啊，大哥，如果你不去争取这次机会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大哥，死也死得轰轰烈烈，何必藏头缩尾呢？对啊，大哥。是啊，大哥，我们最羡慕你的英雄气概，你就拿出来吧。是啊，大哥，总爷他们都是蛇鼠一窝，千万不要相信他们。哎，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你一言我一语的？你们让大哥说话行吗？哎，得了，跑你跑得最慢，说话你还是最慢。这儿没你事儿了，你赶快去喂马去。是啊，大哥，什么学里学外的，你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薛仁贵就薛仁贵呗，杀了头也是薛仁贵。哎，你们刚才说什么？谁是薛仁贵啊？他在哪儿？没有，我没说薛仁贵啊。哎，公主，我看你听错了，我们这儿没有薛仁贵，也不认识叫薛仁贵的。可是，公主，你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还得赶路呢。哎呀，哎，让我说，哎，其实啊，就是什么都不是。哎，大哥，要是皇上真的找你，那该多好啊！我们兄弟们也能跟着沾点光。哎，公主啊，我看这样，我们还是先救皇上跟你父王再说吧。对呀，
救了圣主，什么都好说；救不了圣主的话，什么都不好说。对。不早了，我们启程吧。好，弟兄们，启程了。好，出发喽！好吧，走。以后说话小心点。走吧。弟兄们，我们以后不能在一起喝酒了。真没想到，我头一回当大元帅，就害死了你们。弟兄们，对不起啊！元帅，你要干什么？元帅，你要干什么？让开！军师吩咐要坚守不出的。他是大元帅还是我是大元帅？让开！哎，这，老黑，你回来！哎呀，老黑，你回来呀！你快回来！你找死呀你！别太鲁莽了！放开我！大唐的大元帅也不过如此嘛，把他压下去！你这么混蛋！让咱们的大元帅调教一下这个大唐的大元帅是怎么带兵打仗的。驾！白头小将，我在这儿呀！弟兄们，追！白袍小将，快来救我呀！我是大元帅尉迟恭啊！军师，你也来吃点吧。对，我不饿呀。哎呀，客气什么？都什么时候了？来吃点啊，还有好多事情得你办呢。谢皇上。彩儿啊，你也来吃点。你都3天没吃饭了。啊，谢圣主，奴婢一点都不饿。这孩子，彩儿，快把他救下来！哎呦，彩儿，你怎么了？快给他喝点水，马上救醒他。来，快！公主，皇上。哎呀，都饿成这样了，还说不饿？圣主啊，他不是饿晕的，他是被你感动的。他没见过像你这样平易近人的圣主，你对臣民的态度啊，让微臣自叹不如啊。好了，我们不要互相恭维了。我看我们赶紧回到凤凰城去，想办法怎么对付铁士文吧。我愿意追随圣主。快点啊！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！这！哎呀，快来救我呀！快来救我！哎呀，哎呀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元帅！呀！快！哎，元帅，没事吧？元帅，快！元帅没事吧？元帅，快把我弄出去！快点！快！慢点！哎呀，慢点！哎呀，元帅，没事吧？别死我了！没事吧，元帅？哎呀，别死我了！哎呀，
来，坐，别说我了。刚才杀退铁石磨那个白袍小将是谁啊？白袍小将啊？那就是犬须何足宪呐。不像啊！末将就帅来迟，请大元帅恕罪。如果是你的话，那你刚才你跑什么？我跑？赶快，快去追啊！哦，是。元帅起来，没有错的啊！刚才就是犬须打败的铁石磨呀。这个营内啊，没有人穿白袍啊！是吗？是啊。皇上驾到！谁故去了？这是。是谁见先帝了呢？文官，是程老千岁吧？是啊，是谁先逝了？回千岁爷，是秦老千岁。啊，秦哥！哦，秦哥呀！陈伯伯，程叔叔，陈伯伯，你别太伤心了。别管，老夫有话要说。秦哥，我们一起投靠李密，一起参加瓦岗山起义。秦哥不满王的为人，一起归降大唐，参加了玄武门之变。秦哥，咱俩都是一起干的呀！我的秦哥哥，比亲兄弟还亲了，秦哥！太子殿下驾到！秦哥，太子驾到！别管老夫！秦哥呀！参见太子，参见皇叔。你不管老弟了，你疼死老弟了，秦哥呀！你怎么就走了呢？秦哥！怀玉，静罗公主，节哀顺变吧。太子有心，皇兄有心。驸马爷如果有什么需要的，直接跟公主讲就行了。谢太子。程千岁不是随驾出征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呢？是啊，老夫怎么在这里呀？哦，对了，想起来了。宣皇太子王爷听旨，传皇上口谕，太子李治召2路元帅前来凤凰山救驾，承亲王入朝辅政，钦此。儿臣领旨。清楚了吧？清楚。程老千岁，父皇近况如何？皇上被困凤凰山，马三毛等26路总兵护驾全部捐躯啊！铁石文的9叶飞刀确实厉害，老程我也费了9牛2虎之力才跑回来搬兵的。秦老千岁有先见之明啊！秦怀玉、罗通听封，封秦怀玉为2路大元帅，罗通为先锋，立即起兵到凤凰山救驾，钦此。谢太子。谢太子。且慢，太子殿下，这是灵堂，不是封赏之地，此事可否待几日再说？皇叔啊，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救驾更重要了。是，救驾是比天大的事还重啊！难道只有2位贤侄才可以担此重任吗？皇叔是说剑山玉帝？剑山没什么比不上他们2位的，只要太子殿下说出一件，老臣马上闭嘴，否则就要留下话柄，说我搬弄是非了。皇叔啊，当2路大元帅只有1位啊，所以要慎重才行啊。李道宗，你别挑拨离间。怎么说话呢？殿下，老臣有一权宜之计。说，以程千岁的智慧，无非是出师斗酒话权呐。王爷，
您错了，是比武。那比武啊，比武好啊，哈哈，难得成千岁公正一次啊！太子殿下意下如何？好，准奏。哎，程伯伯。哎呀，程伯伯。哎呀，哎呀，程伯伯，程伯伯，我这次可全靠你了啊！你帮帮芝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罗通，这娶媳妇的事儿就不要再找我了。上次朝阳公主的事儿，你娘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啊！哎呀，程伯伯，这娶媳妇不关我什么事儿。我是说，这次比武，我娘一定不会让我参加的。孩儿这次就拜托您了，求您跟我娘再说一声，行吗？程伯伯，求你了。你的问题怎么越来越多呀？哎，程伯伯，大不了我多请你喝几次酒嘛。嘿，你！哎呀，程伯伯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爹他不在了。真是的，哎，拿你没办法，我帮你行了吧？谢谢程伯伯。哎呀，你什么都甭想，罗家男丁全都为国捐躯了，现在只剩下罗通唯一一个后人了。如果他也捐躯了，罗家不是绝后了吗？老千岁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我知道，可这知道你就马上把他找回来相亲，让罗家早日传宗接代，也好让我早日抱孙子啊！哎，这是我明白。哎呀，你明白还不去呀？去呀！哎，好，弟妹，我去了。哎，哼，赵二路元帅，气死我了！哎。哎，程伯伯，程伯伯，我娘她同意了吗？你娘同意了，出奇的顺利啊！啊，她没说什么罗家无后、香火无序什么的。你娘同意了，你就好好准备吧。对。谁说我同意了？娘，我听程伯伯的意思。你现在是听程伯伯的，娘的话你就不用听了吗？哎呀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？我再告诉你一遍，你不许去争二路元帅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少爷，你是啊，就听你娘的吧，少爷。娘，你要听话呀。娘，你没事吧？你听我的，我就没事；你不听我的，我就天天有事。哼，好吧，我看你也是不到黄河不会死心的。这样吧，我同意你去比武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不管夺得帅印与否，你必须成亲。哎呀，我娘，少爷，少爷，你就听话吧。到底怎么样？是啊，少爷。好吧。少爷打伤小人也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少爷您可以夺印。我不会手下留情的，看你今天这么来劲儿，看劲！马明，你没事吧？少爷，我没事。来，起来。你对我这么忠心啊，让我想起了你的表哥王成。哎，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自从被王爷赶出了王府，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。听说他在南城开了个店，生意还可以啊。哦，知道了。健身呢？拜见王爷王妃，拜见义父义母。怎么样，剑山？对夺帅印有信心吗？这次最强的对手只有秦怀玉，我常常跟他过招，对他了如指掌，所以我有信心。秦怀玉对你的武功也了如指掌，难道你还有什么绝招没出手吗？不是，只是高手过招，出手便知胜负。你这么有信心，义父就放心了。这次比武，听说有秦怀玉，还有罗通。
不知道剑山能不能胜他一筹啊？奈飞，你在想什么？王爷，我在想一个万全之策。哦，万全之策。铁牛，你想要爹的老命啊！爹只想让你参加，不想让你多睡。爹，铁牛要么就不参加，参嘛就以夺印为主，看招！哎呦，爹，你想打死我呀？铁牛，你连你爹的拳脚功夫都打不过，你还想夺帅印呢？我就要夺帅印！哎呀，铁牛，你没事吧？铁牛，你能学到你爹的三板斧就不错了。爹，这次比赛你是评判，我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我跟你说啊，爹的好处你没学到，我的坏处你都学会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能抱有幻想。爹当评判更不能徇私。铁牛啊，以后你要能好好参加比赛，爹就很高兴了。铁牛，爹，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夺得帅印。老千岁，咱们开始吧。各位，比武招帅正式开始，希望各参赛者奋力争先，报效朝廷。比武的规则很简单，谁被打下擂台，没有搏击能力就为输。大家听清楚了吗？清楚。第一场比武，秦怀玉对段天雷。秦淮遇上。下一场，李剑山对殷丹心。李剑山上。下一场，程铁牛对马大力。不打了，爹，你为什么要离我而去呢？马义之，你怎么了？你是来比武的吗？马哥，马哥，你别伤心呐。哎，程铁牛上。下一场，高山青对刘大鹏。不打了，
这女孩还不错啊！刘大鹏上。下一场房遗爱对罗通。罗通，罗通，你在哪儿呢？罗通。奇怪，睡得腰酸背痛的，天还没亮。可能是我太着急了。李剑山上！哎呀！哎呀！嗨！秦淮玉上！娘，你为什么把窗户都密封起来？什么？是吗？等我回去问问啊。少爷能赶得上吗？他要是能赶得上，我还能让他去吗？下一场，秦淮玉对李剑山。李剑山上！谢太子殿下。殿下可以封帅了。好。殿下，微臣不服。哦，老千岁啊，这比武是你提出来的，裁决也是你，老千岁为何不服啊？殿下，微臣是想……嗨，你又在找什么呀？哎，千岁不要着急，只要是你有道理，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。殿下，微臣想到了，怀玉玉侄待孝期间比武，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。以老臣之见，应该择日重比。
言之有理。这常人丧父也需3年光景方能平复，何况怀孕仅数天，心情欠佳影响比武也是正常的。不过呀，老千岁，这比赛就是比赛，它是有规则的，只讲结果不讲原因，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，无话可说。殿下，剑山上前听风，封你为慢。微臣参见太子殿下。臣虽然来迟，但是愿意参加比武。罗通，比武刚结束，你比什么武啊？别闹事儿啊！剑山贤侄啊，程叔叔问你，将来你当上了2路大元帅，调兵遣将，有人不服你，你怎么办呢？那我就跟他讲理，以理服人。那要讲不通呢？那就要动武了。剑山呐，你知道罗通是何许人吗？啊，程叔叔想，你到时候打不过他，也说不过他，你这2路大元帅就难当了。我看未必吧，我看是程叔叔太小看智儿了。这样吧，我现在就打倒他，让他以后听从差遣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好，既然剑山已经提出来，那就在最后比试一场，谁能站着离开这个比武台，谁就是赢家，就封他为2路大元帅。多谢太子殿下。开始。
停！快拦住他！快！殿下，他是不是有点打疯了？你看，殿下，您说现在算谁赢啊？哎呀，剑山赢呢！殿下，怎么这样也能算剑山赢啊？他这个样子，那就等他平定下来，改日再封。恭喜夫人啦！恭喜嫂子，咱们现在是如虎添翼了。好，马上起兵，把凤凰城给我团团围住。遵命。哎，这2天那个火头营有什么动静吗？没有，爹。您给了他们点赏赐，他们就再也没有争着报什么功了。哦，不过薛仁贵一天不除，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。没错，这个人很沉得住气的，反而那个周青倒是容易对付多了。爹，徐军师密令。啊，快点念。张世贵，伯辽军已经接近凤凰城，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展开围困，现命你马上采取退敌之策。啊，退敌之策？哎，什么退敌之策啊？没有啊。他想不出来，让我们想，他怎么当军师的？啊，对，你们想。爹，我还要去看粮草的事，我先走了。爹，我肚子疼，我要上茅厕。哎，你说说。依我看，徐茂公、尉迟恭、程咬金加上26路总兵，都不是铁士文的对手。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？哎，岳父大人，其实这事很简单，去问薛仁贵就一清二楚了。你这也算是高见呐！哎呀，薛礼啊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是你老家的名酒竹叶青啊！属下在老家都没喝过这种酒，没想到在这儿喝上。那就不客气了，我来。坐。别忙，你也不问我为什么请你们喝酒啊？总爷请人喝酒不需要理由，想请就请，不喜欢的求也求不来啊。薛兄，这话中好像有话吧？总爷，真对不起啊！如果总爷听起来是这么回事的话，请恕在下无心失言了。总爷你就说吧，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儿？这个先喝酒啊！慢，你还是先说吧，省得说我们白吃白喝。那好吧。其实呢，也没什么事儿。这个铁士文大举反扑，想这个夺回凤凰城。我只是想问问薛兄，你有什么退兵良策呀？在此之前我也想到过，铁士墨如此败阵之后，铁士文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。怎么，薛兄早就想到了？对。那你就快说。总爷，慢。一壶酒换一个退敌策略，哪有这样的买卖？请总爷你说，什么时候将我大哥的事情向皇上禀明一切？哎呀，
这个就很难说了。这个啊，宗爷，如果属下的事实在难办的话，不难办，不难办，一点都不难办啊！这个凤凰城解困之日，我扛着棺材去见皇上，你看怎么样？行吗？宗爷言重了。那你赶快说吧。宗爷只要用疑兵之计即可。疑兵之计？悬杨擂鼓，勒马司令。哎，是啊。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你看，我请你喝酒，来，喝酒。马上。师伯，马战，领命，这。唐突，你给我听着！上次凤凰山让你给跑掉了，这次可没那么走运了。再不快还我城池，我就将你碎尸万段，一块块拿去喂野狼。皇上，这是什么阵啊？朕也看不明白，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，来者不善呐。尉迟大元帅，上次被抓一定很不服气吧？来啊，下来呀！这次咱们好好打一场。我打就打。景德，不理他，就当什么都没听见。唐突，你连下来一战的胆子都没有，还让我们俯首称臣。上次坐困凤凰山，让你吓破胆了吧？咱们2路大军未到，这张世贵有没有退兵之策？不可贸然出兵。皇上有什么圣旨啊？不可出兵。遵旨。皇上，皇上，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。什么？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。皇上，朕又少了一个王兄啊！下旨，全军不得出兵，高挂免战牌。遵旨。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兵不厌诈，别管他。你怎么丢的城池，就想办法把它夺回来。遵命。那哪是他的主意啊？那是薛仁贵的功劳。张世贵人头保证，查无此人，你还提他干什么？咱们还得想一想，眼下该怎么办。现在打突击是最好的时机。可是，皇上有旨啊，不可出兵。我去奏明皇上，只有打胜仗才是对秦老千岁最大的敬意嘛。说得好。走。朕的秦王兄，哎，你去啊，去。还是你去吧，皇上听你的。哎呀，军师，听说救兵已到，是吗？这我倒不知道，不过从队形上看啊，救兵好像已经到了。那我们为什么还城门紧闭呀？皇上在悼念秦老千岁，不许出城。那会不会耽误了军情啊？啊，公主真了不起啊，如此关心军情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轻装出城，了解一下军情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好，赵阳义不容辞，我们这就前去。那就好。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呀？爹，尘土飞扬，什么都看不见啊。我看到的是疑兵计，这疑兵计是看谁先露出破绽。薛兄弟，你看到了什么呀？啊，属下不敢。
属下望见敌营军中军纪涣散，不时有逃兵出现，说明他们大部分人无心恋战。这正是我们出骑兵突袭他们的好机会。大哥所言极是，这是我们的疑兵之计起了作用，所以属下愿意打头阵。如果败了，我无脸回来见各位，愿以死谢天下。青红说一，我从来不说二，可这次啊，还是让我先去吧。哥，兴本，你们俩别争了，都是为大哥将功补过的，有什么好争的？大哥，以我之见，现在还有点虚实不定，应该是投石问路的时候。当然了，这块石头肯定是我去投。哎，说了半天，还是把自己绕进去了。少来了，我去。哎，每次你们都说我跑得最慢，这次啊，如果我先去的话，那我肯定不是跑得最慢的了。好了，你们不要闹了。你们知不知道啊？现在你们火头军呐，可是一把尖刀啊！这个尖刀呢，它不能常用，它常用了呢就会钝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事情啊，你们不要管了啊！合纵先、张志龙在，你们俩打头阵，他们负责接应，快去吧，去吧！是。总爷，为什么让他们两个打头阵啊？他们赢了当然好了，他们输了呢也不要紧呐。这样呢可以激励你们的士气啊，对不对啊？大哥，你看，行了。这仗我们不容有失，本帅决定亲自强攻正门，逼他们出来。师伯，你跟副将左右接应，彭万一夫人殿后，杀他们可措手不及，清楚没有？清楚了。铁什么哪里去了？居然只派一名女将出来接战，分明是瞧不起本少将。是瞧不起你们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们不用报上名来，我杀人太多，无法牢记。我告诉你们好了，我就是伯辽兵马大元帅夫人梅丽。记住了，免得下到阴曹地府，阎罗王问起你们答不出仇人究竟是谁。战！周青在，大哥，我来。青红，小心啊！我是公主啊！公主，你误会了。公主，请听微臣一言，大唐是要借口灭我伯辽的。公主不要上他们的当，
引狼入室，易请难送啊！大逆不道，还在妖言惑众，受死！彩儿，马上回去报告军师。好。军医，他们中了什么毒啊？我在中原行医半辈子，救治无数也未曾一见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我尽力而为吧。多谢军医了。我不能死啊！哎呀！我们霍头军是最强的。没事，我都是最慢。这次我比你们谁都快。反贼，快来受死吧！公主啊，他们怎么样了？听军医说他们很危险。哎呀，这回多谢公主出手相助啊！不必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公主您慢走啊。